至於官方新華社駁斥江澤民病逝嘅報導，純屬謠言。台灣有傳媒亦都引述江澤民屋企人嘅朋友話，傳言係亂講，但係就承認江澤民最近身體的確唔係幾好。戚家瑩報導。新華社中午發出英文稿，引述權威消息指，近日境外媒體有關江澤民病逝嘅報導純屬謠言，報導只係得簡短一句，亦冇中文版本。外交部發言人下晝喺例行記者會上3度被問及事件，發言人只係話新華社已經有說明。新華社已就此發表了相關消息，請你查閱。發言人亦冇回答江澤民點解缺席中國共產黨90週年慶典，只係叫記者向有關部門了解。84歲嘅江澤民並未現身7月1號建黨慶典後，惹嚟外界揣測佢嘅健康出問題。連日嚟，互聯網上流傳大量佢病危嘅消息。本港一間電視台星期3挨晚聲稱得到可靠消息，江澤民已經病逝，其後海外傳媒先後轉載報導。江澤民病重、病危，甚至是心肌梗塞。台灣中天新聞引述江澤民家人嘅朋友斥責江澤民病危嘅報道係胡說，指傳言令江家嘅人非常唔高興。但江澤民最近身體的確唔係幾好，日前曾經發高燒，醫生擔心佢會感染肺炎，加上年事已高，要求佢住加護病房。而家已經退燒，情況非常穩定，亦已經離開加護病房，並冇外傳嘅心肌梗塞甚至腦死嘅情況。美聯社亦引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位姓李嘅官員話，江澤民嘅死訊係謠言。路透社就引述同中共領導層有聯繫嘅3個消息渠道，指江澤民心臟病發後，現時喺北京301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。中通社引述權威人士話，18大前嘅中共高層運作穩健如常，唔會因為某位領導人去世而受到影響，更唔可能出現對某位前國家領導人去世被不發喪嘅情況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戚家瑩報道。